綠地朝陽門係義烏嘅一個大型商業中心，入邊唔只有各式嘅商店，仲有唔少玩樂嘅空間。不過大家到訪綠地朝陽門呢，最重要嘅都係打卡，去呢一幅寫住世界義烏嘅超大打卡牆打卡，可以話係到訪義烏嘅必做指定動作。基本上喺大量唔同角度都會見到有人利用緊佢嚟打卡，你就知道佢嘅知名度有幾高啦。行完呢一個商場唔夠，其實旁邊呢仲有一個大型嘅開放式街區義烏天地。呢一個呢係由2024年起新興嘅商圈，除咗室內嘅商店，佢仲有大量露天嘅公共空間，係義烏年輕人休閒漫步嘅熱愛地點之一。真係想過一番購物癮嘅，仲可以去埋旁邊嘅黃源服裝市場。呢度樓高8層，都係以衣物為主，係義烏服裝業嘅重要地標。一邊零售同埋批發嘅鋪頭都有。有興趣去掃貨嘅朋友，記得要去講下價啦，可能可以慳翻唔少㗎。